大家有冇聽過中醫講嘅治未病呢？其實呢個概念係源自《黃帝內經》，意思就係喺未生病之前就要主動預防，減低患病機會。呢個就係我哋常講嘅未病先防，即係養生嘅真正精神。咁乜叫未病呢？簡單嚟講，未病就係你未有病徵，但係身體其實已經有啲唔平衡嘅跡象，好似經常覺得疲倦、瞓得唔好、腸胃唔舒服、情緒唔穩定等等，其實都係未病嘅表現。如果我哋可以早啲發現，透過調理飲食、適量運動、早瞓早起，就有機會令身體回復平衡，避免變成真正嘅病。肝腎健康都一樣可以未病先防。好多現代人夜瞓、飲食唔定時，對肝腎都有負擔。其實只要順應自然，根據季節調整生活習慣，加上保持好情緒，肝腎就可以自己慢慢修復。所以日日做少少改變，其實就已經係最佳養生。